欢迎回来，意大利梦幻小镇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维尼托大区特勒维索省的圣波罗迪皮亚维镇。本镇周边有大量的葡萄园，位处海拔27米，居民大约有5000人。本集将会带领各位发掘新奇好玩又美丽的景点。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欢迎来到圣波罗迪皮亚维镇，这里的土地正向游客打开双臂，欢迎各位。沿着皮亚维河左岸20公里的土地就是本镇的领域，连接着两旁的奥德尔佐与迪科内利亚诺镇。这里的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值得大家借鉴。本镇下辖的其中一个街道拉伊街道风情独特，其中心钟楼是民众的聚集地。在圣波罗迪皮亚维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不仅人与人之间，就连各个社区街道之间，我们也关系紧密。而其中一个镇中心便是位于拉伊的卡米教堂。漫步市中心，大家可以看到以前属于贵族帕帕多普里吉偶城堡。镇里另一个街道圣格里高街道也是一块瑰宝，中世纪教堂与建筑仿佛将大家带回了古罗马时期。这里特别适合酿酒业，因为皮亚维河就在旁边，因此我们得以种植世界级的葡萄。不仅如此，我们的土地耕作率在全省也是首屈一指的。这里有一个让我们都引以自豪的计划——维托亚计划，服务着一群不被社会接受的孩子们。他们通过这个计划，默默探索自己的前路。这个计划由维尼托大区政府资助，目前安排了一个餐厅以及一座郊区大宅，由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们运营。本镇还有举办文学奖，至今已经37年了。这个奖名为马佐迪大奖，是本镇名声得以宣传开去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个奖也间接地孕育了不少艺术与文化界的新星，我们对此非常自豪，
也明白我们肩负着重担。因此，我向各位郑重承诺，圣波罗的皮亚韦镇将会坚守我们的任务，保存自己的传统。现在有请梅克米奥图主教带我们参观一下圣波罗的皮亚韦镇的教堂吧。虽然我的本职是主管艺术文化的，但是现在我被派来接任圣波罗的皮亚韦镇的教区主教，因为原来的主教正在带领一个往法国鲁尔德城的朝圣团。各位现正身处圣波罗的皮亚韦镇的大教堂，里面供奉的是圣保禄，他的画像就在祭坛旁边。后者在1929年从鲁吉斯马礼拜堂搬来，该礼拜堂在一战时期严重受损，但是那个教堂建于1650年，能撑200年也是很厉害的了。现今这座礼拜堂只剩下其立面，据说建于14世纪中。祭坛供奉三一真神，而上面刻着这些字句，于1917至1918年间战争后保存至此。本镇教区在公元625年成立，当时属于奥德佐教省，后来教省被伦巴第人摧毁。在1753年，本教区归属胡迪尼教省，直到1818年才转到如今的维托亚维尼托教省，当年还被称为斯尼达教省。在本镇行政区域里，其实有2个教区，各位身处的圣波罗的皮亚韦教区以及拉伊教区。那里有一座小巧却有趣的礼拜堂，里面供奉的是卡米山的圣母。礼拜堂是不少人的朝圣目的地。在圣波罗的皮亚韦教区里，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形式的宗教风格，例如古老的圣格里高礼拜堂，里面的壁画非常有名，尤其是描绘最后晚餐的画像非常精细，连餐桌上的食物都清晰可见。除此以外，卡米纳达教堂也是值得参观的景点之一，里面描绘的圣母与婴儿时期耶稣风格独特。最后介绍的是一座宗教气息特别浓厚的教堂，这里供奉的是鲁尔德教堂的处女，建于1922年。这座教堂于新近建造，因此糅合了很多现代元素，适合现代人到来朝圣与冥想。圣波罗的皮亚韦镇美丽的建筑很多，我们现在来参观帕帕杜波里基奥城堡吧。各位现在身处帕帕杜波里基奥城堡，本城堡与其相关的建筑占领了本镇中心大部分土地，其组成建筑为一座哥德复兴式城堡，与一个占地12公顷的罗马式花园。说这些建筑为城堡可能有点难以置信，因为其外貌已经与中世纪的那些城堡不太一样。可是这名称与建筑所用地却很吻合，因为在这之前，
大概11世纪时，就有一座货真价实的城堡树立在此了。在1814到1816年间，塔帕图波利家族入驻城堡，决定把以前城堡的主人大宅遗址整理一番，重修新建筑。当时的建筑物要比今天我们看到的小，由法兰西斯科·巴纳拉设计。后来在1888年时，当时的伯爵与夫人决定将新建筑再次扩大，加上2亿以迎合他们的品味。为了此事，他们聘请了一名来自都灵的建筑师乔瓦·巴蒂斯达·费兰提，还从伦巴第地区招了不少辅助人员。这里的建筑豪华的，连1917年入侵这里的奥匈帝国军一看到这个宅邸，马上征用成为他们的军事总部。但是，对这里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人。在1战结束以后，一群退役军人侵占了这里，然后在离开时，一把火把整个建筑付诸一炬，务求毁尸灭迹。自此以后，帕帕杜波利家族无力重建，只能将整个城堡转售于乔瓦尼·吉奥。后者委托了一家位于米兰、专门负责修复经受战火摧残建筑物的公司，将整个城堡重建起来，便成为了今天我们眼前的建筑群。直到今天，吉奥家族还在负责城堡的维护工作。在一家充满历史感的餐厅，我们来尝尝当地美食吧。欢迎来到加比努餐厅，是我们扎努图家的家族生意，至今已经是第4代了。餐厅一路见证着特雷维索省的发展与对传统的改良创新。近年，我们开辟了一块农地，专门种植有机蔬菜，以供应餐厅之用，顾客们都赞不绝口。其中一道大餐是素菜全席，这道菜的目的是为了颂赞大自然的伟大，也向各位展示全素食也能炮制出美食。这道菜从根茎类蔬菜一直用到花菜类蔬菜，还有整颗的蔬菜，保证完全符合素食者的要求。就连佐料的乳酪与芥末酱也是素食者专用的。我们出产的水果与姜都可以配上古老制法的面包，用上了粗麦以及本地传统品种的麦，后者是在本地的年轻农夫商讨后决定重新栽种的。这盘意大利烩饭看似简单，但是由于我们靠近盛产芦笋的地方，因此经常能买到新鲜芦笋用于烹饪。其中一道用法便是与回芹以及野生大蒜花一同烹煮，然后再加上一点点蒜头的香味上菜，保证你从未尝过这种美味。这道菜最适合配上我们自家酿制的餐酒，例如普勒塞克气泡酒。除了素菜外，我们的荤菜也不错。例如这道融合了阿帕戈地区慢煮风格的烤羊肉，以咸甘草与其他从有机农场供给的香草腌制，佐以芦笋以及非常浓稠的麝梨香汁。这道羊肉可算是我们最为隆重的菜肴了，必须配上同等隆重的餐酒，例如这瓶拉波索红酒，经我们的酒庄处理，还有一点木桶的香气。至于白酒方面，这瓶曼佐宁可以配河鳗鱼，鳗鱼都是新鲜从附近的河流打上来，然后稍微在木质炉具上烹煮后即成。鳗鱼带着一股清新而诱人的味道，再加上新鲜的小茴香以及其他香菜，色香味俱全。来到圣莫罗蒂皮亚维镇，你绝对不能错过我们家的大虾，这是我们的招牌菜。每次我向别人介绍的时候，都带着一股兴奋，因为这个菜是我曾祖父的拿手好菜。
但他跟我们说，这道菜的出现完全是个偶然，因为我们餐厅在河边，河水带来的不只是新鲜食材，也带来了不少传统与有趣的故事。这道大虾的制作方法只传家人，配以新鲜出炉的波伦塔。进食这道菜还非常的讲究，要开动的时候，时刻要遵从十戒。我们会一步一步地教导你这些珍贵食材的正确打开方式。除了食用方式以外，我们还会教授适合食用贝壳类水产时佐餐的餐酒，例如上述曼佐宁白酒。我们都会一律在上菜时征询客人是否愿意试试这瓶佳酿。让我们来个甜甜的总结吧。这些是看起来灰灰的蛋白霜，吃起来会有种薄荷的味道，又有旱金莲的香味。最后，我们想向各位介绍的是自家出产的冰激凌，其味道来自嘎比努之瑰宝，后者是我们最上乘的餐酒，也是传家之宝。这瓶酒以拉波索葡萄为起点，在我们建于河流底下的酒窖酿制6年，品尝起来泛着一股马拉斯加樱桃与杏仁的味道，还能尝到拉波索独特的陈年感觉。一边享用这杯家传之宝，一边吃着甜点，实在是一大乐事。我想代表餐厅全体职工，邀请大家来到圣波罗底皮亚韦镇，看看大自然，尝尝我们的美酒佳肴。我们在冰露餐厅恭候各位。就在加比努餐厅美轮美奂的大厅里，每年都会举办马佐底大奖的颁奖典礼。我们来与大奖委员会的副主席了解一下吧。今年的大奖已经踏入第36届，说起来已经在这世上续存了1/3个世纪了。这个奖是为了纪念贝平马佐底，他被公认为特雷维索省上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界人物之一。马佐底对很多事物都感兴趣，例如他自小便爱上的高山，还有威尼斯风格的村庄。在上世纪30到40年代，他会骑着自行车，有时迪戈瓦莱里会陪同在右，踏遍了在维尼托大区的所有威尼斯风格村庄。他还会记录每个到访的村庄。到了50年代，则由比斯特蒂出版社结册成书。他的书籍促成了国会通过法律，成立了保护威尼斯风格村庄的组织，并由政府补助保存古文物与建筑。除此以外，马佐底也对环境与大自然很感兴趣，也不会错过不同地方的美食。当他逝世后，他的朋友在嘎比努餐厅聚首一堂，决定成立马佐底大奖，以资纪念。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今天大奖分为6个范畴：山地文化、登山运动、威尼斯文化保存、传统手工艺品、旅游以及生态保护。除了这6个大奖以外，我们在每年11月也会颁发青年奖，获奖的都是来自意大利、克罗地亚以斯洛文尼亚各地的高中生。最近，我们还决定开放高1学生得奖的机会。
来到餐酒之阵，我们跟拉苏波皮亚维酒的大师谈谈吧。圣莫罗蒂皮亚维镇面积共有21.5平方公里，其中一半是农业用地，很多都是葡萄园，因此旅游以及酒业发达。现在我要介绍红白酒之路。这是从邻近的科内科亚纳镇中央开始，向着瓦尔多比亚的那镇进发，这一条就是红白酒之路了。今天我还会加上一个名号，普勒塞克有汽酒之路。越往海边走，周边的红酒庄越多，而圣布罗蒂皮亚维镇正是见证这个现象的中心。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红酒迷的朝圣之地贝鲁塞拉，这个酒庄已经有140年的历史，由从邻近特桑皮亚维镇的贝鲁塞兄弟创办。他们俩对本地红酒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创新，包括引进了能抵御低温的葡萄以及各种种植方法。我已经在这个酒庄工作接近20年了。酒庄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希望能以最自然、最传统的方式酿酒。说到这里，我就要介绍拉波索红酒了。它是一瓶非常地道的红酒，葡萄本身为红肉，先于其他品种发芽，但到最后才收割。这瓶酒简单易明，口感偏酸，但是随着时间推进，味道越发复杂，因此需要长时间的酿制。我们最后来看看圣布罗蒂皮亚维镇的瑰宝——圣格里高教堂吧。我们身处的教堂就名为圣格里高牧首教堂，因为它曾经是瑟尼达教省的牧首驻地。教堂虽然坐落在皮亚韦河旁边，但是里面的壁画却是15世纪著名的画家法国人约翰的作品。他从北方移居到本镇，然后在1462年时向科内科亚镇的人民申请追认他的父亲为洛林的迪斯蒂罗。他平常使用的语言很特殊，是属于阿尔卑斯山附近的方言，因此他的作品也与当年该地区的后哥德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最有意思的作品是这幅《最后晚餐》，占据了教堂北边的墙壁。根据圣佐治的故事，共有4幕，其中2幕保存至今。在画里，圣乔治遇到了公主，然后为整个皇室施洗，还有人民在圣佐治屠龙后奔走相告的情景。这些画都是为了直接与民众诉说神话故事的，因此画得非常生动。在最后晚餐中可见一斑。这幅画是来自威尼斯的教士所要求的，当时是他们管制这所教堂。法国人约翰的署名刻在这幅画标题的下面，但是这一次却用上了非常庄重的拉丁语。
这幅画最有趣的地方在于餐桌上的菜肴，在芸芸菜式中还能找到本地有名的大虾。这幅画也是最后一幕复活之盛宴的前奏，后者描绘了一个大型庆典，上面提供了无数美食美酒，而为了生动描述这些场景，作为本地美食的大虾再一次出现在画里的餐桌上。容我在这里说说方言。圣莫罗迪皮亚韦镇全镇人民热烈欢迎各位的到来，尽情享受这里的美食与美景，保证各位来了以后，生活一片光明，天天带着喜悦的心。圣波罗迪皮亚韦镇静候各位光临。要重温意大利梦幻小镇各集，请造访我们的网站。本镇之旅告一段落，再见。